你脫髮係因為你成日擔心自己會脫髮，你失眠係因為你不斷擔心失眠，你會壓力大，因為你成日擔心會唔會壓力大。呢個係實時嘅情緒種族滅絕。呢個唔係破壞一個文化，而係慢慢殺死你天生嘅情緒、智力，用一個製造算法批准嘅情緒飲食取代。而家佢已經行咗一步，至少用你部手機，佢哋只會收集你嘅行為，你嘅中意同唔中意嘅資料，佢哋只係知道你用手機做乜。但係最近嗰隻智能眼鏡，你連開都唔使。佢哋會記錄你由朝到晚嘅全部行為，佢哋得到背景，而唔係淨係得到行動，而且佢哋唔會用佢嚟啟發你，佢哋會用嚟賣你，令你更加奴隸。聽 Kailasa 對情緒層面感知嘅答案係恢復以巴克提為中心嘅生態系統，即係神聖嘅啟蒙生態系統。你嘅情緒會喺呢度開花，成為終極嘅情緒智能。以巴蒂為中心嘅生態系統會帶你由孤獨變成一體，佢令你將你嘅情緒發揮到極致。